感冒。来讲风台消息，第15号风台叫塔拉斯已经形成啊。气象局估计为北平，也就是日本的方向过，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南平海面也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已经伫下晡2点形成诺如风台，估计会扫过李宋岛。虽然讲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，也会带来这个水汽。气象局讲，明仔载北部、东部地区有局部所在会落大雨。民众穿短裤、长袜啊，最近有较凉，早温度差较明显，加上辐射冷却影响，透早桃园大溪干那16度1，新店五味嘛是17度3，含中岛高温恐惊差10度以上。虽然日时是好天，不过是有风台来乱搅。那预计呢，它会逐渐的往日本方向前进，所以对台湾不会有影响。不过南边一看，太平洋海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气象局讲已经伫下晡2点形成诺如风台，估计路草会经过李宋岛。25号上挖近台湾，不过无直接的影响，敢会带来丰富的水汽。随着东北风增强，迎风面的水汽变多了，包含北部、东半部陆续会转成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。今仔日23号嘛，拄好是秋分，日头会直接照对赤道，日时和暗时的时间相同。过秋分了后，北半球暗时的时间会比日时搁较长。那天白云的好天，8个礼拜若想要出门佚佗，爱特别注意。到暗时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、东部地区会开始落雨。一直到后礼拜一转做偏东风，水汽才会开始减少。想要趁假期出门佚佗，要是会记得早雨伞、雨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